大家好啊！今日介紹一個2026年1月嘅廣州2日1夜行程。我哋去咗食幾間喺廣州荔灣有代表性嘅餐廳，仲有去咗荔灣湖公園。第二日我哋食咗荔灣最經典嘅元記腸粉做早餐，跟住去咗坐廣州地鐵去白雲兒童公園玩。玩完就去咗公園對面嘅海德廣場食晏，跟住仲去埋機鋪打機，跟住先打車返香港。而家去片啊！今次我哋由羅湖坐高鐵直達廣州東站，全程大約1個鐘，適合啲坐唔定嘅細路仔，因為高鐵上面可以行嚟行去，仲有小食店買下嘢食。嗰個仔一路跑嚟跑去，見到乜都覺得好新奇啊！車程一啲都唔會悶。我唯一唔滿意呢，就係複雜嘅售票流程，買飛要入電話號碼，仲要前後3次出示回鄉卡先入到閘搭車，好麻煩啊！落咗車之後，我哋就打車去酒店。今次住嘅呢間酒店喺荔灣區，叫做美道國際酒店，交通好方便啊！附近都有好多嘢食，房間都乾淨企理。唯一係冇得睇香港嘅電視台啦，就淨係可以睇電視機頂盒。不過小朋友可以睇卡通片，都算係一個妥協啦。以下係呢個酒店嘅開箱片。今日嚟到廣州市嘅荔灣區美道酒店，呢度係一間雙床房，一入到嚟有掛衣嘅衣架啦。呢度就係一個雲石嘅廁所，個馬桶係一個電動嘅智能馬桶喎。再嚟呢度有一幅好大嘅鏡，同埋一個雲石嘅淋浴間。不過呢，呢度唔知點解就咁封住，唔係好美觀啦。好，再嚟出返嚟呢，一個細細嘅茶水空間，有個雪櫃。去到嚟寢區啦，一邊就係雙床房啦，另一邊呢，就係電視機。寢區嘅盡頭就係窗台，有一個開揚嘅荔灣風光。寢室嘅盡頭就係一個小小嘅 sofa。Hello。喺酒店稍事休息之後，我哋就去咗荔灣區一間頗為出名嘅餐廳，叫做津津，食下佢哋嘅拿手小菜。呢度嘅釀辣椒非常之出色，呢個蒜蓉炒板藍根呢，嗰一啲板藍根呢都非常之嫩滑。章魚粉角湯呢好足料，口感呢夠晒粉。呢個糯米飯呢，就係一個濕糯嘅口感，雖然唔似係生炒，不過我個仔都非常之受落。呢個煎蝦滑呢，唔會淨係得粉，有好香嘅口感之餘，仲食到陣陣嘅蝦味嘅。而呢個菜脯煎蛋嘅菜脯呢，都好有家鄉嘅味道喎。今次返廣州呢，主要係見下遠路由澳洲返嚟嘅親戚。阿舍友即刻自來熟，變咗做親善大使啊！食完中午飯之後呢，公公唔夠喉喎，我哋又去咗酒店對面嘅開記甜品。呢一個紅豆沙呢，應該係鋪頭自己由新鮮紅豆開始做起，食得出嗰啲紅豆呢係質感起沙噶，而且呢個雙皮奶呢都有好厚實嘅奶味同埋口感。食飽飽之後，我哋就返酒店歇陣先。未去到晚餐時間，所以我哋就去咗荔灣湖公園玩。入到去公園第一站呢，就見到我同老婆當年結婚嘅荔灣老字號泮溪酒家喎。兩個小朋友就冇感覺噶啦，我們的回憶不是屬於他們啦。呢個公園嘅重心呢，就係呢個荔灣湖，我哋都課咗金呢，諗住泛舟湖上。
周圍啲建築咧都古色古香，踩住個船仔喺個湖度咧都幾有風味。但係我踩下先發覺，原來俾多30蚊咧就可以有機動船啦，唔使踩得咁辛苦咯。喺個湖度踩艇咧，仲可以試下穿越呢個橋底喎。啲小朋友非常之雀躍，我個仔咧就最雀躍咧就係同其他船咧 say hello 啦。你好熱情啊，晴！太空姐姐 hello 嚇？喂！唯一嘅缺點，亦都係最大嘅缺點咧，就係呢個公園啲蚊咧非常之多，多到癲啊，好困擾，大煞風景。踩完艇之後咧，我哋去咗唔同嘅位度打卡啦，同埋玩下公園嘅健身器材。呢度嘅建築物咧，除咗古色古香之餘咧，都有實際嘅功能嘅喎。有一啲係戲台啦、曲社啦，仲有博物館，展現一下嶺南傳統特色。同埋最驚喜咧，就係近龍津路呢一條河邊小路啊，係前鋪後居嘅小食檔。好有老西關嘅煙火氣息，感覺好地道。去完公園呢，又去到食晚飯嘅時間啦。呢間餐廳叫19涌，正正開喺今日中午食飯嗰一間津津隔離嘅啫。雖然人氣呢就冇津津咁高，不過出品嘅食品呢可能比津津更加好喎。就以同一款釀辣椒做例子啦，佢釀嘅豬肉同鯪魚呢更加足料，同埋更加厚實。煎得更加有火候，同埋最緊要呢個辣椒係辣啲嘅，食落更加有層次。佢嘅燒味都做得好好喎，燒鵝同埋乳鴿呢都係現場即做，做到水準之上嘅味道。呢款果汁豬扒呢就最啱小朋友口感啦。跟住呢款蠔餅啲蠔仔呢都煎到粒粒鮮味飽滿喎，乾炒牛河呢就夠晒鑊氣。夜晚食飯呢就再見埋其他澳洲返嚟嘅親戚。見到個靚女咧，真情非常之雀躍，即刻調位纏住人哋，仲拖埋人哋返酒店添啊！而有義工咧都非常之中意晴，真係好羨慕佢咁人見人愛咯。繼續介紹我哋2026年1月嘅廣州2日1夜行程。一早起身呢，就有三姨婆咧外賣咗元記腸粉俾我哋做早餐，我哋咧就坐咗喺酒店樓下嘅 cafe 嗰度嘆早餐，兩隻就食咗鴛鴦腸，我呢就食咗豬肝腸。廣州發明嘅櫃桶腸粉呢，可以將個皮做到好薄，跟住佢哋嘅秘製豉油呢，就吊起晒啲粉皮啦，同埋啲餡料嘅味道。豬肝完全冇內臟嗰種怪味，反而有濃濃嘅肉香喎，所以元記腸粉真係廣州腸粉嘅世一啊！原來廣州嘅小學生星期日都要返學，仲要做早操咁慘㗎。食飽飽之後，我哋就由酒店行大約15分鐘，去到陳家祠站坐地鐵去白雲兒童公園。中間會轉一次車，可以睇到舊嘅1號線同埋2號線有咩分別喎？下一站公園前，下一站前出日出地鐵咪坐得好開心啊！凱德廣場、元盛廣場出口。廣州白雲兒童公園嘅面積好大，有好多組唔同嘅遊樂場。不過呢，我自己係覺得都係大同小異啦。
比較有驚喜呢，就係呢個滑索。而且滑索呢係有職員協助小朋友玩，所以都安全嘅。另外都有一啲好長好高嘅上滑梯喎，不過就唔夠快咯。去啦，阿妹嚟啦，阿妹行啦。玩到中午呢，我哋就去咗公園對面嘅海德廣場，食一間叫做大榕樹下嘅順德菜。大陸食飯最開心呢，就係俾少少錢就可以開 VIP 房咯喎，有寧靜嘅環境，一路食飯一路傾偈。妹而家呢，等上菜呢，會畫下畫喎，唔會一味玩電話，叻咗好多啊！呢一個順德撈白切雞，養生得嚟又好味喎。呢一款咕嚕肉呢，香口得嚟呢，又有野味喎。呢個叫撈起陳村粉，可以撈起嗰啲醬汁嚟食啦，醬汁好靚，同埋個粉呢夠晒索味。呢一款臘味煲仔飯呢，有豉油香之餘呢，飯焦都好正，再加埋呢個魚香茄子煲呢，幫嗰個煲仔飯加汁，絕配啦！呢一款煎釀蓮藕呢，將嗰啲蓮藕呢變咗一種好香口嘅食法，算係一個創新嘅菜式啦。呢一款紅豆狀薑奶呢，有香滑嘅燉奶之餘，加上甜甜嘅沙質口感。食飽飯之後呢，又唔想咁早返香港喎，所以我哋就去咗打機。而家香港啲機鋪呢，真係冇呢一種電單車 game 啦，體驗好真實，而且仲有震動效果添啊！轉彎。呢款揸跑車嘅 game 咧都好刺激喎，不過其實阿妹咧係唔夠腳長踩油門嘅，都係我幫佢踩嘅啫。喺我協助之下咧，佢就攞到第一名啦，好開心啊！我哋贏啦！哇，撳咗個turbo啊，阿妹！哇！呢一款射水槍 game 咧都好好玩喎，4個一齊玩都唔會肉赤，因為好平，平過香港好多。阿妹最中意咧就係呢款最經典嘅卜傻瓜 game 喎，對佢嚟講咧應該仲刺激過揸車 game 啊！打完機之後呢，我哋呢就去咗買妹妹念念不忘嘅彩虹雪糕，跟住先至打車返香港。喂，多謝媽咪。由白雲區打車去深圳灣呢，大約2個鐘。雖然車程有啲長，不過兩隻一覺瞓醒呢就到啦。我自己呢就比較鍾意用打車嘅方式來往廣州啦，而且沿路都有風景睇，舒服好多咯。不過就係冇得走嚟走去啦，唔知下次幾時我先會再出呢種形式嘅 vlog 啦。新嘗試其實都幾好玩嘅，希望可以下集見啦，拜拜。小孩同學，來了，打開氣氛燈，打開氣氛燈，關閉氣氛燈。我是教學會，你可以隨時叫醒我。